大家好，歡迎嚟到今次主題係土耳其歷史。土耳其係世界上唯一一個橫跨亞歐大陸嘅國家，97%嘅領土都喺亞洲嘅小亞細亞半島 （Asia Minor Peninsula），而3%就喺歐洲嘅巴爾幹半島 （Balkan Peninsula）。佢處喺歐亞連接處，地理位置超級重要，係亞洲同歐洲之間嘅橋樑。陸地面積總共有780576平方公里。全國大部分地方都係高原地形，首都係安卡拉。呢個國家促咗歐洲、亞洲同非洲三洲嘅文明、文化同藝術精華，好似希臘文明、羅馬文明、阿拉伯文明、突厥文明等等，都喺度輪流興起。宗教方面，基督教同伊斯蘭教亦都喺度交相輝映。土耳其歷史又久又複雜，發展可以分做以下9個主要階段。土耳其嘅歷史可以追溯到古代安納托利亞地區嘅文明 Anatolia， 即而家土耳其嘅亞洲部分，又叫做小亞細亞。約公元前1750年，赫梯人率先喺安納托利亞建立咗一個好強大嘅國家。不過，赫梯帝國喺公元前1170年就崩塌啦。崩潰後就出咗好多小國，好似弗里基亞、呂底亞。波斯 Persia 係伊朗同周邊地區嘅舊名，都係伊朗歷史嘅一部分。約喺公元前550年，居魯士大帝 Cyrus the Great 統一咗波斯人同米底人，建立咗阿契美尼德王朝 Achaemenid Empire， 又叫波斯帝國 Persian Empire。公元前547年左右，居魯士大帝就發動咗對呂底亞嘅戰爭。結果，呂底亞王克洛伊斯落敗兼被捉住，呂底亞就變成咗波斯嘅一個行省。之後，其他安納托利亞城邦同王國都相繼臣服，波斯帝國就用總督 satrap 制度嚟管治。不過，波斯帝國最後俾亞歷山大大帝征服而滅亡。至於波斯帝國對土耳其嘅主要歷史意義，政治方面，波斯帝國首次將安納托利亞納入咗大帝國體系。文化方面，土耳其歷史上面嘅多民族多文化融合傳統，其實可以追溯到波斯時代。公元前334年，亞歷山大大帝 Alexander the Great 渡過克勒斯旁，即今日嘅達達尼爾海峽 Dardanelles Strait， 踏上安納托利亞呢片土地，開始征服當地。自此，小亞細亞就變咗係希臘化世界嘅一部分，仲起咗好多亞歷山大城，好似米利都 Miletus、以弗所 Ephesus、斯密納 Smyrna。之後到咗公元前2世紀，羅馬帝國擴張到安納托利亞，啲希臘化世界嘅國家就逐漸俾羅馬吞併。而家土耳其境內仲保存住好多古希臘時期嘅遺跡，當中包括古代世界7大奇蹟之一嘅阿爾提彌斯神廟 Artemision， 另一部奇蹟摩索乃斯陵墓 Mausoleum， 仲有出名嘅特洛伊木馬故事發生嘅城市特洛伊 Troy， 同埋帕加馬圖書館 Library of Pergamon。古希臘時期對土耳其嘅主要歷史意義，政治方面引入咗城邦自主政體，仲有公民大會咁樣嘅政治制度。文化方面，希臘語言、藝術、建築、教育喺安納托利亞生根發芽。宗教方面，為後嚟嘅基督教同拜占庭文化鋪路。思想方面，催生咗早期嘅哲學同科學思想，例如米利都學派、以弗所學派。公元前129年，安納托利亞被羅馬吞併，成立咗一個省，成為羅馬帝國嘅一部分。首都係以弗所 Ephesus。公元330年，羅馬帝國開始分裂。君士坦丁一世 Constantine the Great 將首都由羅馬搬去拜占庭 Byzantium， 改名為君士坦丁堡 Constantinople， 即而家嘅伊斯坦布爾。呢個地方成咗羅馬人心嘅中心，而喺呢段時期，土耳其入邊嘅地區就變咗做羅馬帝國主要嘅兵源地同糧食產地。而家土耳其境內仲存住好多羅馬時期嘅遺跡，
當中保存得最好嘅其中一個羅馬劇場就係亞斯潘多西 Spandus， 另一個繁榮嘅羅馬城市皮爾格古城 Perche Ancient City， 仲有溫泉城市同自然奇觀嘅希拉波利斯，以及阿波羅神廟同冥府之門 Plutonian Gate of Hell。至於羅馬帝國對土耳其嘅主要歷史意義，政治方面，政治得罪，搞出咗省制同地方自治，為日後拜占庭同奧斯曼嘅行政模式埋下咗根基。文化方面，羅馬同希臘融合，形成咗獨特嘅安納托利亞羅馬文化。宗教方面，基督教傳播落嚟。法律方面，發展咗羅馬法體系。城市建設方面，興建咗好多羅馬式嘅城市同公共設施。公元395年，最後一位統治整個羅馬帝國嘅皇帝狄諾多西一世 Theodosius I 將帝國分咗俾兩個仔。東羅馬帝國係阿卡迪烏斯 Arcadius， 首都係君士坦丁堡；西羅馬帝國就係霍莫留 Honorius， 首都係拉文納 Ravenna。呢個標示住羅馬帝國正式一分為二。西羅馬帝國連年內亂同財政崩潰，所以喺公元476年滅亡。而東羅馬帝國即拜占庭帝國繼承咗希臘嘅文化傳統，一直強盛，繼續存在咗超過1000年。公元527至565年，查士丁尼一世大帝，正係拜占庭帝國文字武功最鼎盛嘅時期。公元1453年，奧斯曼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，拜占庭帝國就滅亡。自此之後，安納托利亞完全進入咗伊斯蘭同土耳其文化主導嘅階段。古希臘同羅馬嘅文化喺政治上結束咗。而家土耳其境入面仲保存住好多拜占庭帝國時期嘅遺跡。聖索菲亞大教堂 Hagia Sophia 係拜占庭建築嘅巔峰之作，以佢巨型圓頂、馬賽克裝飾同空間感，見稱科拉教堂 Church of Holy Saviour in Kora， 又係被認為喺其中一座最美嘅拜占庭教堂。君士坦丁堡城牆Theodosian Walls 就係世界上保存得最好嘅中世紀城防系統之一。地下蓄水池 Basilica Cistern 好大個地下蓄水工程。拜占庭對土耳其有咩主要嘅歷史意義？保存咗古羅馬嘅政治、文化、宗教、法律等等遺產傳承落去。公元1077年，羅姆人喺今日土耳其境內建立咗自己嘅國家。國號就叫羅姆 Rum， 呢個就係土耳其歷史第一個朝代羅姆王朝 Sultanate of Rum。開國君主係庫塔爾米實一世 Suleiman in Kutulmish the First。羅姆王朝最鼎盛嗰陣，版圖幾乎佔咗今日土耳其全部，淨係西北部嘅君士坦丁堡同埋周邊地區仲係東羅馬帝國嘅領土。公元1243年，蒙古人打贏咗羅姆王朝，迫使羅姆王朝臣服於蒙古帝國，變成蒙古帝國嘅附庸國。由第14代蘇丹基里傑阿爾斯蘭四世 Kilij Arslan IV 開始，之後嘅蘇丹都係蒙古人嘅傀儡。羅姆王朝淪為蒙古帝國附庸國之後，蒙古帝國企圖征服歐洲，幸好東羅馬帝國喺歐洲國家幫助下拼死抵抗，終於避過咗一場滅頂之災。公元1299年，負責鎮守羅姆王朝邊境嘅土耳其人穆斯曼 Osman 起兵自立，用自己名字做國號，從而建立咗奧斯曼王朝 Ottoman Empire， 自稱奧斯曼一世 Osman the First。13世紀尾，羅姆蘇丹國分裂成多個小王國，最終係1308年，末代蘇丹更俾蒙古人處死。羅姆王朝對土耳其嘅主要歷史意義。政制方面，羅姆蘇丹國係第一個真正嘅土耳其國家，奠定咗突厥人喺安納托利亞掌遠統治嘅基礎。文化方面，融合突厥、波斯、拜占庭傳統，孕育奧斯曼文化。宗教方面，推動伊斯蘭化。經濟方面，復興絲綢之路貿易，促進城市繁榮。奧斯曼一世係伊爾99年建立咗奧斯曼帝國。到咗1453年5月29日，穆罕默德二世 Muhammad II 攻佔咗君士坦丁堡，滅咗拜占庭帝國。
去到16世紀同17世紀，特別係喺蘇萊曼一世 （Suleiman the First） 嘅時期，版圖達到最鼎盛，統治範圍橫跨歐洲、亞洲同非洲三大洲，土耳其歷史上最後一個朝代，同時亦係最強大嘅朝代——奧斯曼王朝，喺公元1299年成立，喺1923年完結，係世界歷史上少有超過600年嘅朝代，仲係世界歷史上最強大嘅朝代之一。奧斯曼王朝對土耳其嘅主要歷史意義：政治方面，中央集權同軍人政治傳統；行政方面，省區制度同官僚體系；文化方面，伊斯蘭信仰、清真寺建築，仲有土耳其語融合咗波斯同阿拉伯語嘅詞彙。社會方面，多民族共存嘅觀念仍然影響住今日嘅土耳其。國家方面，奧斯曼遺產成為咗民族驕傲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係1914年至1918年發生嘅軍事衝突，交戰雙方分別為法國、英國、俄羅斯帝國所率領協約國與德國、奧匈帝國、奧斯曼帝國率領同盟國。結果於1918年同盟國相繼投降，因為土耳其喺一戰加入咗同盟國作戰，所以1918年戰敗。根據凡爾賽和約，土耳其失去咗好大片領土。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，奧斯曼帝國面臨俾外國勢力分而治之嘅局面。1919年，穆斯塔法凱莫爾阿塔圖爾克 （Mustafa Kemal Ataturk） 發動咗民族解放戰爭，到公元1922年，迫使穆罕默德六世 （Mohammed VI） 退位。第2年就推翻咗奧斯曼王朝，廢除君主制，改用共和制。自此，奧斯曼王朝就滅亡。1923年10月29日，成立咗土耳其共和國 （Republic of Turkey）。公元1932年，凱莫爾成立咗土耳其語言研究中心，目的係要簡化土耳其文字，減少阿拉伯文同波斯文嘅使用，仲大量借鑑咗英文同法文，從而創造出而家嘅土耳其文。喺1939年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，土耳其成功保持咗中立同主權完整，既冇捲入戰爭破壞，又喺戰後憑住自己嘅外交技巧打入西方陣營，為冷戰時期嘅戰略地位同現代土耳其外交奠定咗基礎。1952年，土耳其加入咗北約，直到而家，土耳其都係連接東西方嘅重要地緣政治橋樑。